高雄发生离经的偷车案件，高雄市消防局一台救护车今仔日早时甲病患送到病院，医护人员无用力甲人送到急诊，一个查某人煞甲救护车驶走。加在路尾警方有找到救护车，也无物件碰见，消防局会调查敢有疏失。 救护车换一直叫，一路对北高雄往高雄港方向一直开，只是当时开车的人毋是救护人员，而是偷开这个救护车驶出的查某人。救护车尾也出现伫高雄港区丰内二路，高雄港务警察抓到这查某人。这台救护车原先是停伫高雄荣总病院的急诊室门口，互偷开走了后，一路开10公里，尾也才互找到。发现该部救护车的时候，该救护车已经停止驾驶的状态。 那该名女性驾驶在驾驶座，那直接把她拉下车，当场进行逮捕。初5早起，这台救护车送一个病人到病院，因为对方病情真严重，车顶2个救护人员先把人送入去急诊室。病院外口出现一个查某人，先爬入去头前民间救护车，偷开车无成，转入挖近消防局的救护车，发现车门无锁，锁匙也无摕起来，有是直接把车开走，前后也无到1分钟。由车顶有 GPS 定位，警方真紧就破案。也过查某人互抓到时情绪无稳定，警方也过在调查原因。会有一点小疏失啦。那过去我们的教育也有希望说，我们下车的时候能够将车停妥、熄火，那将钥匙拔除以后再来处理。但是因为基于这个病患的权益，可能这次做的比较急。高雄市消防局讲，送病人到病院一般要求车爱先熄火，并且把锁匙摕起来。要过状况若是开急，也是救人优先。这摆当然是烦恼讲，病人先回急，才会有疏失，后续会进行调查。若是有疏失，也是来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